不啦，你想揀一個好女人喺身邊嘅話，佢係絕對唔能夠缺少以下呢種特質嘅，就係你要睇下佢單身冇拖拍嘅時候，或者唔係同你一齊嘅時候，究竟佢嘅人生有幾快樂滿足。一個好大嘅紅色警號就係一啲無法接受單身由15歲到45歲都不斷拍散拖，必須長期有唔同男人親密地圍繞住自己喺身邊嘅女人。因為經常都 in a relationship 嘅女人呢，好多時你係分辨唔到佢真心愛緊嗰個男人，定係只係因為佢害怕孤獨寂寞而長期揾某個男人做水泡，心裏面係有啲問題嘅女人。而呢啲極度害怕孤獨寂寞自己一個嘅女性，佢係有更大嘅機會將來出軌出嚟嘅，係因為佢哋唔識得點樣健康完結一段關係，先俾自己沉靜落嚟一段時間先至再去拍拖。咁所以呢啲女性一覺得現有關係出現問題，一覺得孤獨嘅時候，就會即刻出去揾啲後備男人，最後就會俾你大陸冇啦。咁所以啦，你想揾個高質素嘅女人嘅話，你就要確保你未同佢一齊之前，已經有一種頗為快樂滿足嘅人生，一齊咗之後都會繼續維持健康地有啲感情愛嘅活動，咁樣你嘅關係就會少好多 drama 噶啦。